哇！呢度個會所咁靚，個泳池又咁大，呢度邊度嚟㗎？梗係靚啦！呢度可能係全香港收租回報最高嘅樓盤啊！等我帶你睇啦。布丁最中意呢度，地方唔算太大，但係1至2個人住一定冇問題。仲有個小露台，重點係咩？呢度有3.5米高嘅樓底，布丁已經唔係矮㗎啦，所以望上去個空間感都好大嘅。咁啊，呢度有個張台啦，有個廚房，煮完嘢食就可以喺度食，喺度 chill 下啦。睇埋間房。因為3.5米高嘅樓底啦，所以佢做咗2層嘅，下邊可以放張 king size 嘅床，上面可以放張台仔睇下書、休息下都可以嘅。呢邊仲有個大衣櫃，勁深嘅衣櫃，兩邊超大。睇埋個廁所。跟住落嚟就等我哋嚟參觀一下呢一個風格好唔同、純白色設計嘅裝修單位。呢一邊咧係廚房同埋飯廳嘅部分，可以俾兩小可喺度傾下偈、煮下飯仔。中間用屏風間開咗客廳同埋飯廳，真正做到客飯分明。而呢一邊嘅 sofa 亦都可以俾你喺度睇下電視，同時間欣賞下出邊嘅景色。再嚟就係主人房嘅部分，入到嚟可以見到呢度做咗一個地台嘅雙人床。而上面亦都做咗你嘅私人空中樓閣，好似間小木屋咁，係屬於你嘅專屬私人空間。而呢一邊亦都有水晶衣櫃，啱晒年輕人嘅口味。最後我哋就嚟睇下廁所嘅部分啦。想買嚟投資收租嘅老闆，想買嚟自住嘅你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我係布丁，我係住宅號，每日帶你睇盡香港豪宅。上車。